因為來此類韓國記都分享問大家吼，嗰啲考試嘅哈，聽說會知道講啊，考試按多空空翹翹，東西要記得，食材吼講到尾，但頭又唔記得去咧，吼唔是少了哈，停定啊，中國腔下從頭到尾來複習下，咁樣有好多呢條嘅記型了，第一個記型係應用版。越怎麼樣？比如講，考試進來進多，考試越來越多，資料進來進多。資料越來越多，網絡進來進發達，網絡越來越發達，再來記型係馬該冇，怎麼嗎？怎麼了嗎？比如講，要注意馬該規則冇，要注意什麼規則嗎？再來，做得不靠譜，可以補考嗎？有限冇？你有空嗎？好，大家了哈，掌聲鼓勵是夢七家，俺仔細感謝七家哈，今日從頭到尾都聽定阿中古講下來，今日課程考試篇，希望大家平常時不管係你愛考公職，也係講學校嘅讀書嘅考試，甚至你係專業嘅考試，希望大家做到啲好，出冠軍拿金牌。味道七家好冇？好，你客家面路方言還會有新的哈那精彩課程。好，你將來了，我係圖書中阿中古，拜拜了。